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3月26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走水飞官潘永俊下晡传出那亲像收到飞官身躯的发报器信号，军方随派乌鹰直升机走吹。加6号自主检验的时，发现有一批美国附件3码钟超过标准，超过1点点啊，决定先回收通报官方。这间国际有名品牌技术用新疆无人权的物件，咱台湾敢要对咧做？经济部讲，若联合国禁止，咱台湾就会对。一开始，咱先来关心走找飞官潘永俊已经第5天，下晡传出上新的消息，是民间的救援协会伫片头搭，也有南靖渔港中央的沙埔，收到那亲像是飞官分署顶发报器的信号，赶紧通报军方。国军随派乌鹰直升机走找，希望量早找到人。乌鹰直升机为1条路中道过后，就伫这个片头搭甲南靖渔港中的山坡顶悬来回飞。因为救援协会成员26为军方走找7连飞官潘永俊，伫这所在疑似接收到专门并伫飞行员身上发布器所发的信号。无线电陆续传来声音，不过离开这海峡了后就无信号，救援协会才赶紧通报军方。在这一段有发现到406 MHz， 也就是说，它人员佩戴的信标器的讯号有疑似啦。这个讯号只有在这一段出现，相同的设定在渔港跟过了鼻头就完全没有。根据军方公布信息，飞行员有3发报器，每一个频率拢无同。不过，这无线电接收到的信号，技术是专门并伫飞行员身上发报器 PRC112所发出的信号。这高度怀疑潘永俊就有可能伫这海峡当中，中岛空军派人来，佮找到泡棉。泡棉飞机上面的泡棉。泡棉，对，要送回去基地那个吧，哈。对。现场指挥官无愿意证实，强调民众建议的区域本来就伫搜救范围，会继续走找。你已进入我 ATIC， 影响我飞行安全，立即回转脱离。就伫国军全力找找4连飞官的同时，中国搁一摆派军机侵扰台湾空域。根据台湾西南空域记录，到26早起11点为止，有10摆侵扰行为，是今年上济。就连国军公布要求强机离开的时阵，对方搁回呛是例行性训练。台湾空军无要评论，强调确实有特殊情形，拢会对外公布。记者综合报道。加6号进前伫自主检验的时，发现有一批美国物件有0.012 ppm 的3码钟。白场是决定先回收，也毋过因为这个含量甲标准值0.01 ppm， 比起来是要挖，敢若关出1点点啊，到底敢有问题嘛？引起讨论。消署甲台北市卫生局拢讲，确实是黏啊。警察人员到加6号卖场，不止抽验伫架顶悬的肉片，佮将部分产品炸弹化验。桃园市卫生局下这个大动作，是因为接到加6号伫自主检验一个冷藏牛肉了后，将其中一种改销毁，就主动派人去查核。那卫生局到现场查核的时候呢，该批产品已经下架了。那另外卫生局也针对其他在架上的冷藏牛肉产品呢，进行抽验回局化验。检验出来的时候，它是刚好符合是0.012的标准，那换算起来就是法规的0.01的标准值。那因为我们希望是把这个高度拉得更高，所以我们才刻意的把这个商品先做下架。业者指出，这批美国牛肉因为品质出问题，要求各分店伫24小时内销毁。这个牛肉被验出莱克多巴含量有0.012 ppm， 比标准值0.01 ppm 来讲，悬出1点啊。不过，安尼到底是不是有符合规定？实验室检验出来0.01，而事实上就以实务上判定会考虑实验室检验不良测不确定度。像它这个东西，就以实验室的检验出来是0.012。但是如果真的拿到成绩书报告，应该是可以当做0.01嘛，应该是可以继续换卖。检验的净位是46路5成双，那检验的结果是0.012 ppm， 用这个报告是看不出来的，只知道它刚好在边缘，在合格的状况。卖场关不了进口商伫台北市，进口商表示，每一摆肉片进口拢有检验，这是头一摆出状况。事发了后，也将同一批肉片搁一摆送验。台北市卫生局强调，会派人去抽验，看是不是有超过标准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
来关心咱国内今仔日新增加一个对菲律宾带病入境的案例。目前咱全台湾确定病例计共是1013例。另外，A G 的预防社已经有超过7000人注射，不良的反应通报14件。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讲，大部分拢是发烧酸痛，无介严重。敢若有一个阿东病院的护理师注射了后较严重，送家护病房，抑过打嘛已经出院。唔知敢是受这件代志的影响，注射的人有变少。昨昏伫云林、嘉义有5个县市，拢无人去注射。国内新冠 A G 疫苗开始注，到礼拜四25日为止，拢总有7053医护人员注，不良反应通报累计14件。其中一个阿东病院40多岁护理师注完5分钟后，发生心肝一彩、出血，这个急性过敏反应，送到家护病房观察一暗才出院。这是咱国头一个新冠疫苗严重不良事件头一件。他整个过程人都很清醒，那血压、心跳都是偏快的，他心跳大概都在120、130。那血压都大概150、160，就是都没有什么低血压的状况，但是他就是觉得会喘跟热，我们就帮他打了类固醇，还有抗组织胺，这是一个过敏反应的处理。阿东病院表示，调查发现，这个护理师对土豆、鸡卵过敏，过去注流性感冒疫苗时阵无明显反应，不过考虑到伊有过敏的症头，未来无建议伊佫注第2档 AZ 疫苗。受到护理师过敏事件影响，礼拜四注射的人明显减少，其中云林县、嘉义市、花莲县、澎湖县、甲金门县这5个县市拢无人注，连江县是也未开始注。昨天打了1862啦，那跟前天19多少，我觉得就是差不多了哈。那并没有说很大的一个影响，那不过会再观察。卫福部长陈时中也鼓励大家，伊讲伊注完疫苗了后，除了第1天有小可发烧，即马身体状况一切良好。礼拜3记者有在问我，那时候就要说要去摸了哈，要再去吹，较吹一点，讲对疼呢。啊，今天呢？今天我看看。今天摸就摸不太出来了。那是礼拜四新增加一个为美国返来台湾的男性补习班的老师，入境172天才确诊，是目前来台湾上久的确诊个案。经过指挥中心的调查，相关接触的是增加30人，初步采检17人，有7个人血清甲血栓拢是阴性，也有3个人犹太采检。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桃园市技术职业工会向政府发声，希望检讨居家检疫日子的长短，因为有人是反映讲，伫透地轮班检疫，隔离派杯口循环，压力真大，市民嘛影响健康，惊会影响治安。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讲会继续观察，再搁做检讨。民航局即马爱业者加强照顾技术人员的身体健康甲心理健康。20多天无见到妈妈的囡仔，手里摕路边板的细蕊花，伫机组员隔离宿舍外手举悬悬，想要送互当地隔离检疫的技术妈妈。目前国内机组员检疫规范是5天居家检疫，9天自主健康管理。不过伫居家检疫期间，也是会当派陪长班，只是爱重新检疫。虽然讲检疫期的时间已经确定，只不过未少机组员伫检疫派陪中循环，身心也是面临真大压力。我1月的时候飞了一个纽约，然后纽约回来之后在公司宿舍隔离，隔离完之后又飞了一个巴黎，巴黎完之后再回来隔离7天，7天之后再做 PCR 采检，之后才终于在午夜12点的时候可以放风回家，这样总共合计23天。自己在房间的时候，当然你会感到说实在会很焦虑。大家疲劳管理没有办法做好，相对的执勤的疲劳度就会增加，因为你失眠，你没有办法睡好，上了飞机就容易犯错。技术工会甲台北医学大学合作，对700位技师做调查，以国际心理健康量表来评量身心的健康状况。超过一半技师比起以往出现严重的失眠接近7成，感受精神压力超过8成。感觉体能维持出现问题，也有45.6%的受访者感觉较无法度专心。也有7成的受访者表达，因为不断检疫无法度就医，敢会当透过医疗单位视讯问诊，无法度掌握到身心健康状况。医师工会坦白讲，机组员伫外站拢互人严格管制，高规格防疫哪亲像犯人，希望讲会当佫调整检疫的措施。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回应。后续会希望检疫时间向下调整，不过爱国观察。我也知道这些情形必须要赶快来做一点及时的解决了。我知道，所以那时候虽然那个加到7，然后我们就很快把它降到5。
那事实上这段时间我们再观察一阵子，那应该还是会往下降。但是中共世界各国技术人员拢面临同款的困境，这位中心也认为需要解决。台湾算是对技术员检疫相对较严的国家，会阁看疫情的发展做适当的调整。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咱来关心中型海军大隻货轮卡伫苏伊士运河已经第3天，造成欧亚航线大塌船，10点钟损失114亿新台票。有专家即马是讲，上紧爱等28、29大楼的时，看敢有法度驶过，若无就要阁等15天。即马真侪货船是考虑靠一连驶去南非好望角，也毋过安尼生会了钱阁了工，真正有影两难。超大型货轮中4号塌死伫苏伊士运河，好亲像大只海洋客船，上歹情形可能就要几落礼拜才有法度脱离。根据外国媒体公布上新的空翕影像，中4号也还伫运河的通路边仔乌托机也搁伫赶工。Quite surprised, and maybe what I would maybe expect to start seeing soon is if they are not successful in getting the vessel floated back naturally, then the next best option is to actually lighter the vessel, so that they are basically offloading the weight of the vessel in order to get it refloated naturally. 虽然总算互货轮的船头扭起来，不过根据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表示，目前敢若用一台怪手伫岸边清除头前的积沙，主要是因为布岸真软，无适合真侪怪手拢来斗乌。目前船头是已经脱困，还阁会用真侪只拖船，将船体扭正，再阁派出吸沙船清沙，提升船体的浮力，再来派出大型的吊挂机，将船体大型的货柜吊走，再阁利用海水大电时阵刷船。不过若是无成功，听到后届海水电的时阵，都要等12至14天，恐惊会影响到全球的贸易量。Ongoing impacts from disruptions last year, so you can really see how long it takes for international trade to kind of restore itself once disruption has occurred. 根据航路追踪的资料显示，目前有206只货柜船，载石油、天然气也甲运送七个线船货轮，塌伫运河两边。全球上界大的海运公司马士基集团讲，当你考虑要互这个货船改驶过非洲好望角，不过航程估计会增加6000公里，要用2礼拜时间，燃料费差不多增加860万台票。They choose the cheapest and the fastest route, and that's the Suez Canal for all these goods coming from East Asia. Several weeks or even more, yeah, sure that will have a big impact, but also on any other port in northwestern Europe for that matter. 这个塌船事件也影响到全球油市，最近原油的机会计数起6%，连带影响的产业也真快。为原油到纸浆拢受到波及，甚至搁进一步抵输到运输的计数起价。初步估计全球贸易每点钟烧掉4亿美金，相当是114亿台票。全球供应链受影响程度，都要看苏伊士运河偌久才当开放。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关心新疆的人权问题，真侪间国际有名的品牌即马拢拒绝用新疆的名仔，这是引起中国人的民族情绪。抵制这白纸的产品。咱行政院长苏贞昌是表示，咱台湾是注重人权的国家，卖抵制违反人权的作为。经济部长王美花是表示讲，若准联合国禁止，咱台湾嘛对咧做。新疆人权问题引起国际关心，服装品牌 H&M 因为抵制新疆棉不止伫中国被消失，部分国际品牌也伫中国被抵制。不过包含台湾名车欧阳娜娜等人在内，因为支持新疆棉，表态甲相关品牌停止合作。行政长苏贞昌当为批评为疏离，无重视人权。行政院做一个决策都是影响国人、影响各方面，我会了解，因为各部位还没有报上来，所以我现在，但我一生为人权努力，抵制这个违反人权的事物，我是一向还没有决定这个态度。台湾是不是会提出行动反制新疆棉禁止进口？苏贞昌讲爱去了解。另外，经济部长王美花是指出，台湾会参考国际标准来运行。国际上特别是联合国如果有什么样的做法，我们都会来参考。根据胖头会资料，台湾为中国进口棉本来就无济。前3年，美国占台湾棉进口量是4到5成第一，印度是第2名，中国部分唔是少量，就是零进口。越南或者是中国设厂的大商也表示，无使用新疆棉，或者是部分使用新疆棉，产品是供应中国类似市场。如果我们要抵制的话，是可以说从原产地是中国，你就认定它应该80%的几率是
是新长出来的。但是你这样一抵制之后，会有产生一个国际麻烦的事情啊。专家指出，新疆棉占中国总产量80%以上，也就是中国制造的棉质商品，差不多拢有新疆棉成分。在台湾，大部分的商品也拢是中制情形之下，要彻底禁止进口，恐有难度，也无一个风险。啊，不过在抵制风波之下，相关品牌厂也是要刷出中国，转移生产供应链，台湾纺织厂就机会受益。20到台湾纺织股就起来。记者综合报道。因为新疆的人权问题引起欧盟将侪国家甲中国互相制裁，国际上对咱台湾拢真优先。外交部下晡就举办一场在校学生的分享活动，本来个市长是以特别来宾伫线顶参加活动，分享以来咱台湾的心情。啊，那国际上支持咱台湾的，也有法国的参议院，参议员卡迪克大支持咱台湾爱参加国际组织。欧盟、英国、甲美国、加拿大因为新疆的人权问题，一直对中国实施制裁。中国也报复性来反制。而甲欧中关系无好来比较，台欧的关系是继续有进展。捷克甲台湾是继续友好。而北来台湾留学的捷克布拉格市长贺吉普，日以特别来宾的身份参加外交部台欧连结综合启蒙活动，甲来台湾读册捷克学生分享台湾的好。11 Czech students studying in Taiwan. We already have more than 50 Czech students online to come to Taiwan for the same project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I believe that learn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on Taiwan is much better than to learn about the Chinese culture on mainland China. 唔惊中国强权，贺吉普认为捷克甲台湾有共同的价值理念，继续甲咱深化科技教育关系。另外，在台法关系上，法国参议院伫对内阁官员质询时事时，唔拿外务部长李斯特强烈谴责中国大势言行，加中国对欧盟的制裁。参议员卡迪克更加支持台湾参加国际组织。En omettant de citer Taïwan, tout le monde peut constater la reconnaissance implicite par Pékin de la souveraineté de Taïwan sur son territoire. Rien ne devrait donc plus s'opposer à ce que Taïwan siège à l'OMS et Interpol. 卡迪克为一讲完，现场响起热烈的炮声，也听到现场议员大大表示赞同。进前法国参议院友台小组主席理查和中国威胁取消访问台湾。理查表示，台法关系无需要北京的同意，唔能看清楚中国的企图，也更加甲台湾徛斗阵，有机会一定会访问台湾。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咱来关心中华公路游览车家己弄山壁的事故。云南会发现车体结构有系统性的问题，交通部嘛扩大调回游览车甲各队客运，要检查座椅敢无固定好势。今日已经有200多台完成检验，头一批调回718台，按算伫后礼拜有法度检验好势，目前并无发现重大问题。甲游览车往后门椅仔拆落来，车安中心要来检查椅仔固定方式是毋是甲当初认证测试有无同？因为3月16日松花公路弄山的事故内底，云南会初步调查发现，车的椅仔内底敢若用2支螺丝固定，另外一边是用有形的夹仔甲布板固定。交通部扩大调回1189台游览车甲各道客运检查椅仔固定的方式，到早起已经检测210台。它如果没有固定在金属骨架的这个材质上面的话，那可能它的那个固定的强度就会不足，那就会有安全疑虑。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非常明显重大这个不一样的地方。根据云南会发出的安全通告，被要求调回除了进前松花公路事故共型车辆以外，去年甲107年阳明山第62线以下拢碰落去事故的共型车厂车辆，也拢列做查验的对象。车安中心推测，这摆车祸会造成重大损伤，主要是甲车辆的速度、路的角度，也佮防弄到的物件有关系。经过初步查验，这阵检测车辆无发现重大无合规定的代志，伊也无脱落去的问题。后续也需要翕相，一个来比对详细情形。检查完没有重大不符合事项，当然就可以回去继续营运嘛。万一有不符合的，也是要回来马上改正啊。全世界只要有车子有问题、有瑕疵，都应该由制造的母体商、车厂把它叫回去检查，而不是交通部去出手把它全部叫回。
游览车工会全联会表示，运安会提出事故车辆椅仔甲车体中间有结构系统成分对讲法，无清楚，安尼敢来互游览车业者生理更加歹势。而交通部路政司是讲，检核车辆以每工拢爱营运，市民连甲有造车合约的为优先，若无符合就要赶紧来改善。对业者损失，会建议以津贴的方式补助个案的厂商。而扩大调回471台内底，有139台是国道客运。而被列做第二批检核的包含统联、阿联甲和泰3间客运，业者表示会配合调回，袂影响市民的私运。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阿里山18只火烧山烧5天，火顺利拍花。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仔日专工去家己的林管处感谢消防人员，想袂到伊前脚才走，下晡又佫传出火烧山。山林庆宴阿里山169县道达邦公路佫火烧山，家己的林管处接到通报了后，遂赶紧派人去拍火，导火原因也在了解。阿里山18只火烧山烧5天，出动442人次，无暝无日才甲火拍花。结果今仔日又佫火烧山，民众是又讲应该是有人乌白等昏头，即马欠水佫火烧山，实在是真害。水情案，各地水库脱水量拢创下新高。到今日下晡3点，南投日月潭脱水量剩39%，是有史以来上低。因为水大底啊，伫水底的粪扫废弃物即马拢看现，数量是侪甲真惊人，有法度清偌济就算偌济。现处是咧欠水，也毋过苗栗头郡义民庙的喷水池煞继续咧喷水，啊毋过庙方是解释讲，因是用地下水，因无土质用水。涂骹大甲毕了了，四界拢是希望啊，甲塑胶这物件，看起敢若粪扫场共款。无过毋知影，这今年是日月潭的伊特销北投附近的水域。肮脏啊，都没有人清啊，都没有人清哦，会不会觉得好像民众都乱丢哈？系啊系啊。游客讲，甲进前美丽景色实在是差真多。日月潭水库水位继续下降，互平常时这沉伫水内的废弃物泼出水面，当地民众因互偌济算偌济，到即阵已经过外个啊。我叫垂落到迄讲诶潭仔底去，啊，久而久之啊，无来无去啊，变遐济啊，因为太济年啊，退水就既然退了，阮每一年啊退水退到对，阮就扣到对。如果是属于一般游客他产生的垃圾废弃物，那我们日月潭管理处都会做一个清理。当地渔民讲，这废弃物大部分是鱼网啊，也是铁桶啊，这物件进前先放到竹排顶面等待清理。根据水利署的资料，到日下晡3点，日月潭水库脱水率敢若剩39.5%。你讲用大台中地区的李鱼潭甲德基水库脱水率分别敢若剩11.8%甲6.1%，水情实在是无乐观。地标日头分也在4月初6的分区供水的范围，也毋过渔民庙头前的喷水池，那也阁一直咧喷水咧。其实我们这个水是我们地下水啊，我们在循环在用，也没有浪费。我们剩下的水呢，我们来灌溉用，我们的浇花啦那些在用。庙市表示，不管是喷水池也是便所的水，拢是使用地下水，只有饮用水是自来水，过滤过强调无浪费水。不过，若是开始限水了后，因为水质无经过检测，暂时未开放予民众使用。记者综合报道。中部对4月初6开始要实施5天有水、2天无水的限水措施，欠水欠到这热，搁伫头传出水道水管破去。今日早起6点，台中的复兴路水漏甲规世界。当地里长讲，这是已经这个月第3摆啊。若水公司是讲，因为管线旧啊，会赶紧去换新管。明明是拢无落雨，涂骹煞一面淡落落，大台中地区就要面临着分区供水。不过选伫市区，伊阁发生自来水破管，互民众看了感觉真无彩。怪树乌开路边，下骹自来水整个流出来。热6号上午6点外，台中市区复兴路上自来水管线破去，自来水公司竟然派人来抢修，不过水已经流了几啊点钟。当地里长表示，这已经不是头一届发生。光是这个月我就已经接到3次的报管的频率，这样子真的有偏高。评估一下，如果真的管路如果非常旧的话，希望给我们汰旧换新。当地里长表示，这个月3号到15号，伫当地拢发生类似破管的情形，这已经是这个月第3摆。尤其水情严重的这个时阵，更加是无彩。台水公司表示，这个地区的管线是伫2002年所带的，因为根本到使用年限来发生老化，加上最近水压改变，更加有公平压力无法度符合。为了增加这个
普吉利啊，所以我们大概早期买的都是经济管种的。我们有计划要做汰换，大概使用年限可以大概40年以上的这种管种哈。对，现在目前我们是在规划要汰换这样。淡水公司表示，动车时所使用的管线，因为地动甲车辆搞来搞去，使得漏水真严重。根据自来水公司的统计，2020年各县市的漏水率，台中是整个6都当中漏水上严重的地区。目前整体漏水率是降到16.83%，就会继续来汰换管线来改善。记者台中综合报道。那澳洲当时面对第3波的疫情反恐，结果英国的 AZ 预防社宣布法度照时间来出货。欧盟即摆要求药厂一定要照品照行。另外，美国总统拜登昨参加欧盟领导人视讯峰会时，甲欧盟达成共识，要做伙维护民主国家的价值。欧洲联盟27个会员国2个开领导人视讯峰会，目前第3波疫情大部分拢是英国边境病毒被117的传播，因为自预防下的进度符合英国加美国。欧盟执委会警告讲，会禁止出口 AZ 预防车。That companies have to honor their contract to the European Union before they export to other regions in the world. And this is, of course, the case with AstraZeneca. The company has to catch up. 阿斯特吉利康本来6个底进前要交予欧盟3亿吨的预防车，不过即马算出的只敢当出货1亿吨。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欧盟未遂实施禁令，而是先看药厂是毋是有做到甲欧盟的合约。当然，这也是指向英国甲欧盟之间摕到预防车的争议。虽然欧盟讲双方正伫咧努力创造双赢的局面，不过其实内部意見差真多。Les deux leçons que je tire du chiffre que vous donnez sont simples. La fin de la naïveté. Je soutiens le fait que nous devons bloquer toutes les exportations qui seront faites aussi longtemps que des laboratoires ne respectent pas leurs engagements avec des Européens. Keine Antwort ist, sondern dass wir Kontakte mit der Türkei auf allen Ebenen brauchen und auch über die kontroversen, aber auch gemeinsamen Interessen zu sprechen. 这场峰会另外一个主要焦点就是美国总统拜登也参加。欧盟讲，欧美会当最近努力来证明民主国家的价值。就对英国的牛津阿斯特吉利康的预防车，和美国认为涉嫌使用过时的数据了，要求修正保护率，自原本的79%向下修正到76%。对重症或者是需要短期治疗的保护率是100%。伫咧对65岁以上的士大人的保护率是85%。公司新闻吴宁编译。来关心南美洲玻利维亚海拔3700公尺高的乌鲁乌鲁湖，湖水严重受污染，有塑胶粪扫，阁有重金属。当地生态学家呼吁因的政府要看重这个问题。伫海拔3700公尺高原，我有名嘉年华会大城奥鲁罗的乌鲁乌鲁湖，离首都拉巴斯200公里远。非政府组织生态中心甲安第斯人的生态学家桑采斯，带比利时记者到现场看污染情形有偌严重。La afectación se está dando porque en nuestro lago Ururu también hay metales pesados como el cadmio, el zinc, el arsénico, que están por encima de los límites que está permitido nuestra ley 1333. Entonces es una afectación seria que se está haciendo y por eso creo que tenemos que hacer acciones urgentes por nuestro lago Ururu. 规片土黄色的湖面，拢被塑胶粪扫堆满，全部拢是当地居民向运河凊彩撇粪扫所造成的结果。重金属污染是来自附近矿区的污水排放。规大湖只有一小部分的水域，因互人想起这以前是自然生态真好的所在。Estos lagos eran antes inmensos, se podía pescar, se podía hacer cualquier cosa. Criaban aves mismos aquí había, ahora están muriendo las aves también. Por la contaminación, por todas las cosas que está pasando. 奥鲁罗市长巧克伫问到相关的议题时，强调中央甲地方已经决定要好好整治乌鲁乌鲁湖的污染问题，告民众唔通制造粪扫污染，互湖水恢复清气。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关心环境，嘛爱关心野生动物。非洲的草坡啊，也是森林，拢会当看到枪。不过，这枪拢已经强烈绝种，原因是出自非法投弃枪叶，加上人类伫头开发农场。安怎国民众的报道，嘛使保护非洲枪是现此时重要议题。
位于非洲中西部刚果共和国的奥扎拉国家公园到非洲南部普扎纳大草埔的河边，四界拢会当看到非洲象的踪影。啊，不过一直到10多年前，学术界再用 DNA 来检验，确认非洲象分作两个无共物种，其中色彩较浅，像个头前会翘起来，属有所讲的草原象；色彩较深，像个较直，是属有森林象。The savanna elephants that has broader tusks and also bigger. The tusks mainly used for the savanna to open up bushes, yeah, where they can get food. While in the forest, you need tusks which are not so broad, yeah, but a little narrower. Body size not so big, so that you can maneuver through the forest and you're not entangled by the vegetation within the forest.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引述动物专家资料指出，虽然到2016年非洲象的总数约有415000只左右，不过已经比2014年70万只大大减少。除了以中国为主要市场的偷拿象牙外放，非洲象族群减少主要原因是有关各地持续开发农场，造成非洲象生活所在被破坏。Any animal is confined to a particular place without the ability to move and mix the gene pool, then they become more and more weakened due to inbreeding. And any new disease that comes into the place is a real threat to actually being able to wipe off that population within that locality. 为少农民伫农场四周围设围篱啊，甚至个装通电的铁线网啊，来防止象阵挖进，去互保育团体批评。所以肯亚当地都有保育巡警甲农民合作，使用会当保护农作物，佫会当互象阵会当无害通过的方式，互农警甲保育会当兼顾会到。公司新闻徐家人编译。美国总统拜登25召开上任以来头一场正式的记者会，因为伊是上任60多天才举办，嘛创下美国8年来的新纪录。伊伫记者会顶头是强调讲，绝对袂对中国迫害人权电星当作无看的，嘛呛讲中国主席习近平是巧巧人，也毋过伊心内无民主。Doesn't have a democratic with a small d bone in his body, but he's a smart guy. He's one of the guys like Putin who thinks that autocracy is the wave of the future. Democracy can't function in an ever complex world. We are going to hold China accountable to follow the rules, whether it relates to the South China Sea or the North China Sea or the agreement made on Taiwan. No American president. 头拄听到的是拜登对习近平的批评，啊，那咱台美双方是正式签署海巡合作的备忘录，这是拜登政府任内咱台美签的头一份备忘录。咱外交部长吴钊燮是表示，这代表台美双方的全方面合作，要做伙保护海洋，嘛要同齐打击海上的犯罪。AIT 嘛讲，这代表双方的关系会愈来愈密。美东时间25日，驻美大使萧美琴正式甲美方签署海巡合作备忘录，台美关系继续深化合作。外交部对外宣布好消息，部长吴钊燮强调，这是拜登政府上任了后台美头前正式的文件，是重要里程碑，代表台美交流互动制度化，向全方面合作下坡迈进。透过这个备忘录，海巡署将与美国的海岸巡防队建立更密切的合作，以共同确保印太地区的海域安全以及海洋资源永续发展。美国在台协会处长雷英杰俄罗台湾海巡具备10倍半的武艺，看到海巡执行昆布，相信台湾海巡是美方致力海事安全理想的伙伴，双方就打击非法渔业、领导救援、资源分享，展开更加密切的合作。美泰的海巡团队能在人道援助与灾害防救、咨询分享以及应对其他全球挑战方面，都有更加密切的合作。美台关系真的就是真朋友、真进展。台美的共享信息致力减少非法、无通报而且无受管制掠鱼，也有参与联合海上搜查甲救援。学者分析，台美合作是为了反制中国实施海警法，不当扩张海权。中国海警和国际看作是白色威胁，其中有海警法加持，因无实施警告。
单方面使用武力，对周边海峡威胁大大增加。这是中国经由战争边缘手段，采取无清楚地带冲突的方式之一，包含强击侵略台湾、中国抽沙船进入马祖、海上民兵更加是稳定的威胁。向来就是一直要把渔船，船队当成一个潜在的海上民兵的力量。那当然，我们看到现在海警法通过之后，第一个海上民兵可能的展现是在菲律宾附近的水域，中共渔船的高度大规模的集结的部分。面对中国海警第二海军的情形，苏志文认为，美国除了甲台湾合作，未来也甲日本、东南亚各国强化海巡方面合作。苏志文讲，咱方会使拿入新坡武器，挥射上弹甲传统的水炮，阻止中国海警。记者综合报道。8月28要举办公投，但国民党要成立推动小组，要靠公民团体做公民平台，甲政府对写。因个发起保护海草打公投的环保团体有发出声明，讲因无要甲党派结盟，嘛未去参加。因个因甲农委会主委陈吉仲的对谈，直至到后礼拜一，因会对外说明。8月28日要举行公民投票，到时阵可能有4项公投要进行，包括着中开核四、珍爱海草打、也甲反内地以及公投北大选。国民党积极伫备战，成立828公投任务推动小组，由党主席江启臣担任召集人，执行长是立委林维洲。计划联合公民团体，第26日要举行头一场便当会，4月7日启动系列活动，冲出5成的投票率。4月10号前呢，我们会举办第1场的活动。就是展开这一系列的宣导，那希望可以达到由内而外、由下而上整体的这样子的一个宣导的效果。因为团结国民党要联合公民团体合作推动公投，25已经甲真侪公民团体磋商组成公民平台，要甲政府正面对呛。不过海草打公投推动联盟声明无甲任何政党结盟，也无参加会议。颠倒是农委会主委陈吉仲讲，初8甲环保团体对话虽然话停，不过学界所看起来这个对话平台，互沟通出现希望。昨天是没有参与这个会议，那会前也没有接到这样的通知。我们不认为说。单独跟哪个团体呢，变成伙伴关系，会有助于这个藻礁公投，所以我们是欢迎大家一起来努力，但是千万不要弄成被操作成是蓝绿的对抗。透过学术界要在中兴大学举办论坛，我想经济部还有相关单位以及我本人都会全程的参与。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对话，找到一个可以寻求双赢的这个方案。双方什么时阵展开对话？海草打公投联盟129对外说明，那是30个论坛判中正并无受邀请。随着公投日瓦近，民进党内部压力越来升温，是不是要提出反制公投，还是全力动员反对？目前也搁在讨论。我们应该要坦然去面对所有的一个政策说明，而不是随着国民党因为党主席的选举而用所谓的政治操作随之起舞。有南部立委指出，海草打对枪3节，在南台湾真侪农业县市，无亲像反内地遐尼热，民间面对4大公投的态度，好亲像出现南部内地、北部海草打的差别。记者综合报道。去年台北市停车费欠钱，红讨销金额超过2600万。为着不爱互欠销的人无影无紧，台北市政府即马拍算要针对欠停车费无纳、先讲拢讲袂听的大户建立黑名单，袂使入去公有的停车场。4月份开始要先试办，甲黑名单打出来广告。若6月中拍算要用广播讲互你知，爱你驶走。这部雷大满柜塔停车交钱通知，台北市停管处统计，自2019年台北市催收停车费超过2600多万。台北市长官提指示，要将欠费大户列为公有停车场拒绝往来户。停管处公布上新的方案，要建立一份停车费欠费黑名单资料库，禁止进入公有停车场，上紧6月中实施。有欠费的。这个车主经过我们催缴之后，还是有欠费的话，到公有路外停车场，我们会标示说这样的车子就没有办法让它停车，法令上是可行，技术上也可以做。欠钱黑名单的勘站，停管处也来研究，若是路边停车恐惊真歹强制禁停。目前初步规划4月开始，会甲停车业者合作，路边发现黑名单的车，会伫玻璃打欠钱通知单，伫6月中会伫每一个公有停车场入口的所在，侦测黑名单的车进入的时阵，伊有因警告赶紧离开。
觉得蛮合理的，不用你没有钱就不要去停车哦。你要使用这个公共设施，你就必须遵守公共设施的使用规则嘛。进闸门的时候会先做车牌辨识，那当然可以把它列为黑名单。那我觉得这样的做是正确的方向。考虑停车场设计无法度退后离场，市府也要评估后乌名单的车入场了后，高等外离开。学者指出，公有停车场是公共资源，应该彻底落实使用者付钱，政府早就应该强制安尼做。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避免新北市的碧潭过度开发，有文书工作者即马希望甲碧潭列做文化景观，也毋过审查委员会审查了后认为资格无下。文书工作者即马是质疑讲审查过程拢无尊重公民权，也毋过新北市政府是强调一切拢有依法办理。碧潭桥顶人来来去去，这个桥除了是联络两岸居民的重要通道，也是游客真介意的景点。目前已经是新北市的市定古迹，以前是北京12城之一。当地也有国父孙中山的后生孙考的地址，过去也是大台北盆地水运的重要渡口。有文书工作者向新北市政府提报，希望将碧潭列为文化景观，不过审议委员会讨论了后，认为无符合资格。新北市政府文化局当时在做现场会勘的时候，那评审委员当时5位全部都没有任何意见，等于说今天在现场会勘有公民监督的前提之下，他们不敢讲话，但回去了私下的一个秘密会议的时候，却决议把新店碧潭这么重要的文化资产现地给否决掉，那这是非常不合理的。文书工作者这期审议结果显示碧潭的历史定位，计划向文化部提报专案，希望有改变的机会。当地部分居民也感觉应该保存自然景观，避免过度开发。那本来就是应该要留下来。那其实新店的房子已经盖很多了。老一辈的是希望它能够保持原来的原状是比较好，比较有一种好像是说可以怀念的感觉。新北市文化局强调，当初有请提报人参加现场会勘甲定数，不过审议委员讨论了后，普遍认为无符合资格。他们想要表达的部分，这些我们通通都有配合的，然后也请他们去充分的说明。但是委员的决议是委员在讨论，因为我们的这个登录与否是属于这个委员制，那委员在讨论这个东西是可以辩论的，在辩论的过程当中，最后是一致决定说是其实它是不登录、不列册。对是不是因为当地湾潭中华区的开发争议，为方便开发，专案者审议无通过。文化局强调，规审议过程拢依照规定办理，未因为开发案都影响委员审议的公正。记者综合报道。在镜头来台南市有9个医权，有的医权有青红灯，有的无，过路人是无啥啥。根据市政府家己的统计嘛显示讲，医权的事故比率确实有较悬，所以未来会做检讨、定规划。台南东门城的鱼环内底，详细甲看涂骹虽然有轻微正外基因道，不过真侪车辆也是直接越，互后面的车是真危险。这个地点也无青红灯，搁互长咧驶的车唔知影要安怎行。根据市府的统计，这个地点去年有92件受伤的事故。对，这边都没有红绿灯，我常常都看到车祸啊。咱人的指示是拢会指示前面嘛，所以你有当时要转弯，你会去看边仔的闪黄那个号志灯有无？有当时你也看袂足清楚。如果是外地人呢，他可能也看不懂或怎么样。对他比较难分辨。那东门城的鱼环其他鱼环虽然也有标示，不过每一个鱼环的规则也拢无相共。像有的鱼环乌多摆黄灯会当照越，有的煞连青红灯拢无，民众嘛是无啥啥。台南市交通局是表示讲，今年调整东门城附近的停车格，搁有违基因道了后，已经减少交通事故的发生。右转的时候能够提前到右转车道里面做一个转向。另外就是说，我们把路边的一个垂直的一个停车的一个部分，我们改成四平行的一个停车。那针对这样的一个改变，就是说我们有去观察它的一个事故的一个事后的一个统计，目前是已经有确实获得一个改善。台南市交通局是表示讲，目前真侪鱼环拢设大型的绑啊，而且入去鱼环了后，地面拢有引导，提醒外地的民众要遵照引导的标示，保障行车的安全。另外，针对鱼环还未设青红灯，也是分隔岛，也会收集地方的意见来检视。记者综合报道。
高雄南来去屏东的石头营来关心这个所在供电开发案，进前伫涂骹有发现二战时期日军的军事遗迹，民间团体拍拼咧抢救，要求保存。今日因是进一步宣布讲，因要发起全国的联署，呼吁业者爱全面停工。严格业者表示，发现遗迹的迄区已经停工啊。文化部嘛讲要全部停工，目前并无依据。屏东石头营的光电开发案，去年动工了后，因为发现涂骹底有二战时期的日军要塞，民间团体进前紧急要求停止开发，甲保存落来。26因宣布发起抢救石头营的全国联署行动。就是我们是不反光电的，但是我们坚决反对光电是盖在不适合的地方，绝对没有所谓的光电跟遗迹能够共存的事情。文化部表示，当初有补助屏东县政府调查石头营的文化资产价值。因为民间声音真多，嘛有要求县政府爱甲民众说明清楚。我们当时也考虑到相关民众的一个声音，所以我们在补助的时候也特别要求他们在招标里面要办理一个说明会的一个程序。那最后的时间点呢，应该确定厂商得标的人。那到时候他们要安排时间，会对外来宣布，所以目前时间上还是没办法确认。你既然钱补助他，要请他调查这个地方的文化资产价值，可是又不让他停工，一直让他破坏，这样子调查有什么意义？不过业者表示，伫施工现场发现可能有文资价值的物件，会随伫迄区停工，嘛强调有按照文资法规制定保留的计划，认为要求因全面停工是无适法性。文化部嘛表示，现阶段无法度要求业者全面停工，因为文资法干会使保护文化资产，所以就要业者握着可能有文资价值的物件，才会使依法要求业者停工。而且其他无文资可能的部分，嘛无法度用文资法命令业者停工。记者郭碧君、张水台北报道。新竹县原住民族教育文化产业推广中心今仔日正式启用。未来这个所在希望成做原住民教育文化甲职业训练的平台。尖石乡新乐国小展现原住民传统舞蹈，另外一边个人徛在2层楼高的高台，代表祖先的精神甲灵魂，守护一片土地。推广中心外口有精彩的表演。内底也有人在现场表演手工肩步，展现真侪优乐的作品。可以让我们的作品摆进来给大家看啊，然后就可以给大家看我们泰雅族的意义，能够更加的重视我们原住民教育的推动，还有文化课程结合部落的产业能够让真正在我们新竹县。原住民的环境这一块能够有更大的收获。未来这座原住民族教育文化产业推广中心，除了提供部落大学开课，也举行原住民相关展览，而且成做创业基地。团结就是力量，分别来做实验教育。我想未来我们在原教法第9条也提到了，教育方案，我们希望我们县里的相关的原民处还有教育处也拧在一起，我们把新竹县的原住民族教育把它做好。目前涉及在新竹县的原住民总共2万多人，这座中心也按算结合在地原住民人才甲资源，合作在地打造推广有特色的产业。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那嘉义县民雄的中正大学这阵仔是伫菜市仔底举办一场旧相片的展览，展出在地旧相片，也个学生囡仔调查民雄市场前线的记录。透过行动关心传统市场的文化甲历史。看相片广告时，一张一张面向古早时的相片，展伫咧传统菜市仔内，来去的民众感觉真深刻。为什么要选择在市场办？就是也希望更多的人来走到市场里面来享受这里的美食，对这里的这个饮食文化也有更多的了解。好啦，但是伤矮啦吼，伤矮啦。除了在地旧相片，还有中正大学的学生调查民雄市场参选议员的时阵所做的记录。当初我们是跟着老师一起来调查市场搬迁的问题。其实很多摊商平常也有很多愿意搬或者是不愿意搬的想法，可是他们可能没有人会去访问他们。
像是摊商工作的形态，或者是他们工作可能会有受伤的问题，那我们都希望可以透过摄影的方式把它记录下来。因为去关心咱这市场的迄个生活形态呀，从以前到今嘛呢，所以我感觉讲他们很有那个心呐。透过相片，然后传达出就是这些摊商们就是常年在这个市场里面，然后累积的劳动的经验。这摆展览有超过150张的相片，有学生家己翕的，嘛有在地人提供的，阁有建筑系学生研究的面向市场。希望更较侪人透过参观这3展楼的展览，更加了解传统菜市仔，嘛找出传统市场未来发展的可能性。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屏东的家当是在地真大的客家庄，庄仔头内底有真侪古迹，即马嘛拢已经修理好势。其中小屋洋楼已经核定做历史建筑，嘛争取到2600万的经费要来做整修，要甲这个建筑物活化再利用，摕来拼观光。伫屏东的家当小甲古厝边啊，有一栋老仔厝小屋洋楼，度过战火和时间，徛86栋，打透过众人的走踪，已经核定做历史建筑，而且也争取到客委会2600万的经费来整修，要重新启用做观光景点，按算年底就完工。目前大概的规划西部的是1楼类似有点像喝咖啡啦，这些游客可以有休憩的空间。那2楼、3楼它是规划为民宿，民宿里面它应该有一个家庭式的。那这个建筑在当时在当年是嘉东最高的一个地标，从上面可以看到海边，因为嘉东是唯一一个滨海的乡镇。这栋有3层楼，结合西洋和日本风格小屋洋楼，伫1934年起造。当初时是由家当的大户小甲的萧文香所起，伊是当时做家当庄的庄长。伫21栋的任期内，遭日本政府设中分比家当新社，也斗起家当培训场。这个历史定位，还有在建筑美学上还有生活纹理的这部分，还有历史，这整个追寻我们非常重要。我们的嘉东整个包括文史，还有我们的文化观光导览员，这部分都成熟了。家当庄是真大的客家庄，我近火车头的这个地区聚集真侪古迹，包含小甲古厝、西闸门、杨家宗祠、张家商楼等等。挺后小屋洋楼整修好势，一个客家的历史古迹地图会更加完整。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天气，咱来看明仔各地头的温度。北部温度上低16度，上悬28度。中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9度。南部温度上低20度，上悬32度。东部温度上低18度，上悬29度。外岛的温度是14度至25度。再来咱关心未来3天的天气。新闻最后甲乡亲，咱做来去西班牙看细只白狮仔囝。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AM新闻，众亲顺心。明仔同这个时间，咱再会。